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睇個大角咀嘅民生旺鋪啦。咁啊，大角咀道嘅87至93號地下 H08號鋪噶。咁你可以見到咧，呢個轉角位鋪位咧，直頭喺利奧坊2期嘅轉角位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人流係好旺盛啦。咁講翻佢個建築面積150尺建築面積嘅，咁就佢嘅門面咧兩邊加埋約20尺嘅。好啦，我哋睇到附近咧，其實都係民生店鋪為主啦，有大型連鎖麥當勞啦，同埋百佳。而呢邊咧，你可以見到行去奧運站方向都有中國銀行同埋七仔呢啲店鋪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其實講間店鋪咧，離不開都係人流啦。咁呢附近其實撇開舊樓唔講咧，其實新樓都大概有700個屋苑左右。咁淨係利奧坊系列都4個屋苑啊。咁每個屋苑咧大概200-300個，咁啊人流係好旺嘅。咁我哋呢邊行過去店鋪咧，其實都係半分鐘。咁我哋呢邊咧行去奧運站咧，都係大概2-3分鐘嘅啫，係啦。咁呢附近大概其實有4-5千個左右啦，淨係計私人屋苑都已經有咁多。呢度係大角咀道同愛華街嘅燈位十字路口交界嘅。咁咧左手邊有旺角帝盛酒店，而我哋嘅目標店鋪就喺嗰個位置。人流咧係絕對唔使懷疑㗎，呢個係實拍嘅場景。呢度係奧運站嘅 C2 出口，距離我哋嘅目標店鋪咧都係3分鐘嘅步行路程。如對物業有興趣或其他幫到手嘅地方，請聯絡美聯旺鋪同事，一定幫到你。